台湾要真做超高龄社会，当朝需求是愈来愈大。都立委提出修法，要开放80岁以上的时代申请移工看护，唔免搁看巴士量表。不过劳动部预估，若准开放，有53万人有资格会当申请。但到这中重症的家庭要请看护，都会受到影响。虽然昨委员会已经初审通过啊，不过修法有争议，所以这条文是保留送调解协商。外籍移工甲行动不方便坐轮椅的受到人，送个厝外晒日头，互因感受日头光的温暖。台湾即马正入高龄化社会，长照需求将做大家关心的焦点。因为爆发新冠民众申请巴士量表无成功，对医生起家动手的情形，在野党立委提出就合法修法，主张开放80岁以上的时代人唔免巴士量表，就让申请看护移工。就以80岁，如果大家觉得冲击很大的，那你的优先次序，你有什么方案准备好了没有？放宽以后是没有失能的人也会有需求产生。确实，我们没有去预备一个53万突然缺口产生，这个问题已经酝酿很久了。是，那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现在针对53万的健康跟亚健康人口，我们现在就是用长照2.0去覆盖嘛。劳动部估计80岁以上的民众差不多91万人。若是开放，会有53万位健康亚健康的时代人有申请的资格。劳动部长何佩珊担心，若真正开放，可能会影响中重症家庭的评估。照顾团体也认为一定会产生排斥的效应。不单纯只是用80岁就开放了，那其实会冲击到现在本来就有中度以上甚至重度的家庭，他需要但请不到人。那未来如果全开了，这些人就更难取得。另外，一方面，因为巴士量表是即马限制聘请外籍移工的关卡，长期以来伫咧第一线长照服务人员认为，应该以适应照顾的困难度来评估，这是重点。应该是多元认定，从他的健康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以他的照顾困难为一个依据。所以我会认为巴士量表不必然要存在于每一个要申请外籍移工的被照顾者一定要具有巴士量表。因为条件无强势，虽然专案伫咧13已经初审通过，不过保留条文已经正入条件协商。劳动部强调，目前聘请外籍移工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免用巴士量表，会继续看部会检讨多元免评适用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